喺屋企咧，我覺得除咗設計之外啦，家私家電嘅配搭都係好重要㗎，因為襯得好啦，分分鐘可以令到屋企喺品味啦同埋美感上都有所提升。今集就嚟到馬鞍山聽濤雅苑參觀個3房套嘅設計單位。業主咧就係鍾情一啲設計師品牌嘅家品㗎。咁究竟設計師點樣將佢哋同佢嘅設計 mix and match 咧？一齊跟我哋睇下。鄰近港鐵恆安站嘅聽濤雅苑，位於馬鞍山嘅海旁，由和記黃埔同埋協和建設合作發展，喺1998年同埋1999年分2期落成入伙，樓齡大約26至到27年。雖然今次設計單位嘅業主就唔係一手買入，但係喺呢一度都住咗接近20年㗎啦。隨住一對仔女長大成人，開始出嚟做嘢，夫婦2人就決定重新裝修單位，換個新面貌之餘又可以切合返現階段嘅需要。單位實用面積760尺，屬於3房套連住密室間隔，係屋苑嘅主打開則。同大部分單位一樣，儲物室都係喺走廊嘅近廳位置，呈以5邊形，唔太規則。由於兩邊都係結構牆，所以唔能夠做任何嘅改動嚟去修正。要盡用嘅話，就只能夠訂做家私。3800個嘅格局，仲有近廳房。一貫嘅做法都係用櫃嚟去拉直斜角牆身，令到間房更加好用。不過今次設計師就冇完全拉直到啊，係希望可以保留翻多啲嘅活動空間。至於單位嘅其他位置，望落都幾四正，所以喺整體間隔上面呢，其實就冇話有太大嘅變動。今次屋主嘅要求，因為佢背景咧都係一個 designer 嚟嘅，中意去旅行會比較多啲啊。佢就想以個美觀啦、外貌行先嘅，唔想俾一啲好理性嘅儲物去凌駕於美觀之上。因為始終佢對生活都有一定嘅要求啦。佢都比較中意儲一啲設計師嘅名作，例如佢個吊燈啦、CDK 啦，都係講緊20幾年前啦。當我哋做設計嗰陣時咧，亦都要花多啲時間去協調佢嘅喜好啦。同埋去控制啲顏色，令到成件事更加協調同埋冇咁核突咯。一入到嚟，坦白講都真係幾驚喜㗎！一大片深灰藍色嘅牆身，喺廳區設計嚟講並唔常見。尤其係香港嘅住宅啊，一般面積唔係好大，大範圍咁用偏深色嘅冷色調，係有機會形成到壓迫感。但呢度一啲都唔覺啊，仲沉穩平整得嚟，又帶啲個性添。能夠做到呢一種效果，除咗係設計師阿 Shin 將部分牆身同埋天花留白，並且配搭淺木色地板嚟作為調和放大空間之外啦，亦都同單位嘅自身條件有關。屋主想要有一個清新啲嘅感覺，同埋想返到屋企有個休息嘅氛圍啦。咁我哋都留意到佢嘅客廳咧係一個落地嘅玻璃窗啦，陽光都比較充足啦。如果喺個廳度我哋做咗灰藍色咧，日頭嗰陣時咧會俾人感覺一個好 refresh 嘅感覺，同埋一個好精神嘅感覺啦。去到夜晚啦，其實夜晚咧其實成個灰藍色嘅感覺咧比較 moody 啲，同埋會有一個休息嘅感覺啦。其實屋主亦都想將客廳變成影院㗎，為咗盡量避免反射影響觀賞體驗，阿 Shin 於是都揀咗深灰藍色嚟做電視機後邊嘅牆身。不過睇真啲，兩邊牆身嘅用料係唔同㗎，呢邊用嘅係藝術漆，而梳化嗰邊就成幅用咗牆布。點解我哋喺牆布嗰位置唔用藝術漆咧？主要就係始終呢幅牆都係一個過渡嘅區域啊，咁想屋主耐用啲，唔需要話好鏡石咁用啦。另外咧都可以做到吸音嘅感覺，同埋會令到啲聲效會再靚啲啦。呢幅灰藍色牛仔布嘅牆可以同我身旁嗰個灰藍色嘅藝術漆咧做一個呼應，嗰個 pattern 嗰類似藝術漆嘅紋路咯。阿 Shin， 你啱啱咧就講到呢一間屋其實有好多 designer brand 噶嘛，有冇話邊一啲位先係咧？其實好似你身旁個 sofa 啦，跟住我哋身後個 stool 啦，同埋個茶几啦。其實我會覺得最特別就係呢套影音嘅組合啦。其實好似地面嗰個 CD 機咧都有20幾年歷史啦，去到現今科技發達咗啦，做咗一體化嘅電視啦。除咗客廳嘅部分啦，其實我哋嗰個飯廳都係嘅。你會見到其實一個飯廳嘅區域啦，餐椅、餐凳係兩個唔同嘅品牌啦。反而咧，佢個吊燈咧係屋主10幾20年前買嘅 designer 嘅 lighting 嚟嘅。但係都知其實每一種設計師品牌嘅產品，佢都會有自己獨特嘅特性㗎嘛。咁有冇話點樣你可以將佢哋 match 埋一齊咧？
我會覺得由一個好初心者行先啦，簡單啲。首先就係個顏色啦，第二樣嘢就係物料啦。好似就係我哋身後嘅 stood 啦，其實佢係一個大嘅紫色啦，其實佢係一個幼嘅麻布啦。去到就係個 sofa 啦，其實佢係一個幼麻布，再襯埋sofa 後邊嗰個 feature wall 啦，大型嘅灰藍色嘅長布咧，主要就係可以襯翻佢嘅 dining chair 啦，同埋襯翻佢個 sofa 啦。你會見到今次個廳咧，我都係同一色系嘅灰藍色。如果我再用深一度嘅寶藍色咧，會令到嗰幅牆咧就會太過跳咗出嚟啊！如果用一啲暖色系咧，就會可能係變咗喧賓奪主啊！阿 Gina， 你就啱啱講到其實屋主係好中意藍色啦，但係點解入到嚟廚房咧，反而係用到黑色為主？因為咧，主要廚房係一個比較實用啲嘅地方啦，同埋屋主經常都會喺屋企煮嘢食啦，所以今次成個用色嘅設計咧，我哋就用咗隻炭灰色啦，配合翻吊地櫃中間嗰個雲石紋嘅灰色磚啦，你會睇落去成件事更加一體化，同埋亦都可以修飾翻咁多個櫃門嘅門縫咯，用落去都會比較襟用啲啦，同埋冇咁易污糟啦。我覺得仲可以做到分區嘅效果添。出返嚟客飯廳，藍白配可以為一個經典得嚟又唔容易出錯嘅組合。呢度除咗好似我開頭所講，用嚟營造輕盈明亮嘅效果之外啦，更加重要嘅係用嚟淡化櫃體嘅存在，因為屋主一家對於儲物量係有好大嘅需求。始終呢間屋係4個大人住啦，咁其實佢嘅喜好又比較中意去旅行啦，同埋中意儲一啲去旅行嘅 souvenir 啊，同埋比較多一啲滑雪嘅 gear 啦。咁所以我哋個儲物分佈咧圍繞幾個位嘅，第一個位咧就係客廳，我哋都揀咗一隻暖白色啦，去做成個儲物櫃嘅櫃面啦。睇落去冇咁貴之餘，亦都可以突顯翻個電視嗰個背景牆嗰個效果啦。由於客飯廳本身已經有唔少嘢睇，為咗唔好變得咁雜亂，阿 Shin 於是就將展示櫃搬到去連接房間同埋浴室嘅走廊上邊，分別偷咗近廳房嘅角位同埋2個浴室少少位置嚟去做。透過佢哋旅行時嘅戰利品同埋其他擺設或者精品嚟去點綴呢條窄長嘅走廊，所以其餘位置啦都用上咗簡潔嘅暖白色嚟去突出佢哋，同時營造出廳區同埋啲房之間嘅過渡空間。嗱，而家就咁睇啦，儲物空間就非常之夠啦。但其實明明單位設有儲物室，點解唔集中喺嗰度啦？原來係呢一間房要保留嚟擺一啲攝影器材同埋防潮箱等等。難怪喺用色上面都會有啲唔同，會好似廚房咁以功能行先。不過去到隔離嘅客廁，雖然同樣係功能性空間，但屋主就冇放過任何嘅細節啦。通常啲客廁咧都係以實用為主噶嘛，咁其實呢度都實用嘅，咁但係見到咧啲潔具咧係一啲好特別嘅設計喎。佢有講過嘅，佢話想做一個非一般嘅洗手間啦。咁你會見到我哋嘅潔具咧，其實都同其他一般嘅單位唔同，因為始終就係佢比較中意一啲特別形狀嘅潔具啦，例如好似呢個水滴型嘅洗手盆啦，咁同埋就再配合埋呢個扭紋型嘅龍頭啦。其實呢兩嚿嘢都係一個名作嚟嘅，係一啲 design product 嚟嘅。你會見到我哋呢幅牆咧就放棄咗一般嘅鏡箱啦，做一個 feature wall 啦，再配合埋圓形嘅鏡啦，跟住就一個比較流線型嘅 shelf 啦，成件事會更加呼應，同埋當入到嚟自己屋企廁所咧，咁就好似入咗酒店嘅洗手間或者商場嘅洗手間啦。少咗鏡櫃，牆身嘅設計自然可以有更加多嘅變化。阿 Shin 於是就用唔同顏色、唔同款式嘅瓷磚，不規則咁樣去鋪砌，嚟去增加翻客廁嘅層次感。但係喺色調上邊啦，都係用翻灰藍色嚟去呼應翻廳區。留咗喺客廁一陣，唔知道大家仲留唔留意到一個非一般嘅處理啦？就係將原本沖涼嘅位置拆出去，變成一個洗衣區啦。客廁對面係仔仔房，係走廊嘅3個展示櫃同埋房內衣櫃嘅合力之下啦，成個牆身已經大為拉直。不過有啲3個位都係無法避免，阿 Shin 於是就將上半部分做成開放式空間，再加埋啲掛鈎，咁就可以用嚟掛啲成日着又或者要帶嘅衣物。我覺得呢個設計都幾好㗎，又可以整齊一啲。
阿 Gina 呢度咧有好多儲物空間喎，張台其實係伸延到去到窗台嘅位置添。因為我哋都有了解佢嘅工作嘅要求同埋特色啦。佢有同我哋講嘅，佢話好多時都會 home office 啦，反而 home office 咧，佢有講就係想大啲嘅工作台邊，所以喺你隔離咧，其實 around 有米七米八嘅 L 型台啦，就可以滿足佢喺在家工作嘅要求咯。除咗工作以外啦，你會見到咧佢嘅工作台嘅前面咧就有個玻璃嘅飾櫃啦。其實仔仔都有儲 figure 嘅習慣，所以我哋都預留咗一啲空間俾佢啦。所以變相呢間房咧就係以向上發展啦。係㗎，因為咧始終呢間房唔係話十分之大啦，咁我哋要利用翻呢間房嘅樓底嘅高度啦，下方就係一個工作嘅空間啦，而上方就係一個瞓覺嘅地方啦。因為入到嚟咧，見到個牆身都係藍色嘅，係咪其實佢哋全家都好中意藍色嘅？其實可以咁講嘅，因為咧其實屋主佢哋有要求過就話想話成間屋都好協調同埋有個呼應嘅效果啦，所以我哋喺呢間房咧用咗一隻淡藍色啦，淡藍色俾 user 個感覺就會精神啲啦，因為始終呢間房會 home office 同埋會有一個 working space 喺度啦，咁所以我哋最尾就揀咗呢隻類似天空藍嘅色做牆面啦。我見到你仲加啲橙色嘅元素上去添。係㗎，因為咧我哋都有睇過嘅淡藍色咧，其實再 mix 埋一隻鮮橙色咧，成件事會精神啲啊！你會見到我哋嗰個扶手梯啊、扶手啊、壁燈咧，都用咗一啲弧形嘅元素同埋一啲圓形嘅元素去做，睇落去會開心啲咯。仔仔房就要光猛啲，嚟到囡囡房，因為佢留喺度嘅時間主要都係休息同埋睇書，咁所以就揀咗沉穩啲又帶啲高貴感嘅寶藍色嚟作為主色調。呢間房相對市正，加上囡囡冇咩特別要求，咁所以喺佈局上都係一般嘅家私擺位，再利用埋斜角窗台嚟做工作台嚟去增加可用空間。過嚟睇埋間主人房啦，見到呢度嘅用色咧，同囡囡房其實係一樣㗎，都係用到寶藍色。不過咧佢就大幅啲啊，由呢幅牆咧一路伸延去到衣櫃嘅位置，但係一啲都唔覺得壓迫㗎。除咗因為啦呢度面積大啲啦，又可以對正個窗望住呢一幅草地嘅公園之外啦，其實咧都係因為佢喺個衣櫃上面咧都加咗唔少設計係點綴，例如咧會有玻璃啦、條子紋啦，同埋一啲金色嘅配件。其實以前呢一間房衣櫃係放咗喺近套廁嘅牆身，原則都有預留到凹位㗎。不過嗰幅牆身就短啲，會限制咗衣櫃嘅尺寸。而家重新佈局之後，除咗有大啲嘅衣櫃之外，仲可以將嗰一邊嘅牆身變成玻璃設計。你見到咧，而家好多咧屋企嘅浴室咧，都會考慮採用啲玻璃嘅間隔設計啦。點解會咁樣嘅咧？其實咧，因為本身呢個浴室咧，佢唔係話好多窗，可能個 size 比較窄啦。咁如果用咗玻璃嘅設計咧，會令到浴室個感覺空曠啲之餘咧，同埋就可以當主人房嘅陽光亦都可以直射埋入去咯。同埋第二樣嘢啦，都比較重點嘅，因為屋主比較中意去旅行啦。咁佢想喺呢個主人套房入邊做到一個精品酒店嘅感覺，所以我哋就兼顧埋實用同埋屋主嘅興趣啦。咁我哋組合咗呢個嘅洗手間設計啦。另外咧，我留意咗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咧全屋就只係得呢一個嘅浴室。咁基本上咧，一家四口都要喺度沖涼噶啦。點解會揀咗咧喺套房裏邊嘅浴室作為主嘅沖涼嘅位置咧？因為咧，我哋都有研究過屋主佢哋嘅返工時間啦，同埋佢哋用廁所嘅習慣啦。咁其實佢哋都比較穩定嘅。如果你話返 shift 可能未必就到啦，可能未必做到呢個效果啦。為咗保持返個私隱度啦，其實我哋喺玻璃旁咧都加咗個遮光簾嘅，咁就冇咁尷尬啦，成件事就。雖然咁樣嘅設計同埋佈局就特別啲，但我就覺得每個人嘅喜好同埋接受程度都唔同，屋主一家住得開心舒服先係最重要。可能因為間房已經用咗好多藍色，所以見到套廁會以灰色為主，加埋個圓形鏡同埋啲弧形結具，都呼應翻客廁嘅設計，令到感覺一體啲。今次呢個設計就總共用咗大概128萬，其中木工同埋訂造家私花費最多，佔咗大概45萬。聽濤雅苑偏離馬鞍山市中心，附近以住宅為主，平日要買嘢食嘢，最近可以行大概10分鐘去到眾安商場，裏面以食肆同埋民生鋪頭為主，好似有超市、生活用品店等等，亦都有街市，可以滿足到居民嘅日常生活所需。
不過行過嚟嘅大部分路段啦，都係冇瓦遮頭，要好天曬落雨淋。沿路都會有巴士或者小巴途經嘅，主要係去市中心，即係區內大型購物商場新港城嘅一帶。但如果要去另一個方向，就要行遠少少去到另一邊嘅西沙路啦。不過路線就唔算特別多，所以相對上搭鐵路就可能會方便啲啦。聽圖雅苑好近恒安站 C 出口，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屋苑都有提供居民巴士往返馬鞍山廣場、港鐵鑽石山站同埋大學站。非繁忙時間就大概30分鐘一班車。但係要留意啦，鑽石山站嘅路線喺假日就唔會提供服務。聽圖雅苑雖然臨海而建，但係11座嘅物業都唔係全部向海，只有第1座、第10座同埋第11座嘅外圍單位先可以前臨海濱長廊，近距離享有沙田海同埋吐露港嘅全海景景色。其餘同一個座向嘅後排單位，或者就只能夠有樓罅海景。佢哋以內園同埋附近嘅樓景為主，其中喺屋苑兩邊係居屋錦豐苑同埋私樓觀瀾雅軒，亦都有3間嘅學校，所以部分對住學校群嘅中高層單位係可以遠眺到馬鞍山市中心、恆安同埋大水坑一帶嘅市景。整體居住環境都算係幾清靜。屋苑一共提供3款嘅戶型，包括2房、3房套同埋3房套連儲密室。開頭都有講到啦，連儲密室嘅一款會係屋苑嘅主打，佔咗總伙數超過80%。使用面積由710尺至到1093尺不等。參考我哋28 House， 好似設計單位咁嘅開則啦，叫價就大概750萬入場。如果要望到全海景嘅話，就由大概950萬起步。至於其餘2款戶型都唔係好望到海景，其中佔大概1成半單位嘅2房，使用面積由484尺至到526尺，叫價就大概530萬起。轉睇埋租盤啦，盤源唔多，2房要租由18800蚊起，而3房套連儲物房就由22500蚊起步。呢個設計單位咧就採用咗灰藍色啊，都係屋企咧比較少用啲嘅顏色，因為望落咧相對會深沉啲。但係因為呢個單位咧本身就有個先天嘅優勢啊，就係佢喺客廳度咧有一大幅嘅窗啦，光線咧係非常之充足㗎。加上設計師喺顏色上面嘅配搭係好好啦，用到白色咧嚟去修飾啲櫃體，所以感覺上咧一啲都唔會覺得好壓迫。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咁樣諗咧？都係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CLS 啦。